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其他的社会新闻。这个西城区洗甲一半，竟然是火烧厝，实在惊倒人。即马有真侪民众伫外口租迄种套房，因为空间有限，拢是按迄种食电的热水器。都网友抛出着影片，讲出内底电水器突然间喷火，医生甲电源关掉，煞来过来庆乌烟。第二届来导火，伊是惊甲赶紧来拍火。消防队到场勘验，无排除是电线烧拍电。所以乡亲啊，咱的厝内若嘛是按这种的电热器咧，除了爱人民安全的标准之外，搁爱设这个漏电的断路器，安尼较妥当。怎么办？已经内面熊熊导火，一直烧，规个电热水器烧起来，网友赶紧发救人。外面有没有灭火器？快点啦！现在喷啦！该台火有顺利拍火去，无人受伤。是讲像这款小型的电热水器，一般拢安伫室内。那熊熊导火，拄着这款情形，要安怎较好？断电，然后再进行那个灭火器的灭火。那如果你是燃气热水器的话，就不一样。燃气热水器不能先行灭火，要先就是把瓦斯开关的总源头的开关先行关闭。网友将过程抛上网络，讲都开始电热水器导火，伊甲男朋友决定讲先将这个电源关起来，后来发现讲过一日出现第二摆导火，才赶紧用灭火器，有可能是烧拍电引起的。这些什么电暖炉啊，或者是电热水器的周边，我们都希望就是尽量不要摆放一些可燃性的物体。代志发生伫邦桥南亚东路的出租套房，加在已经内面的电热水器边啊无啥物物件。网友嘛，家己咧笑讲，火已经严格会使排烟尘弹。消防局嘛提醒讲，不管是家事还是电热水器，火若伤严，上好先逃生，等消防人员到现场拍火，安尼较安全。